特朗普嘅對等關稅影響真係好大，最慘嘅係我哋啲普通人，銀包又要縮水。上個星期五美國股市大跌，啱啱過完清明假期返工嘅打工仔女就即刻感受到黑色星期一。上證綜指同深證成指收市跌幅分別去到7.34%同9.66%。港股跌得仲慘，直接跌咗9.28%，恒生科技指數都跟住跌咗11.15%。匯豐同渣打呢兩隻銀行股一度下跌15%同18%，嚇到一班股民眼都突埋。我係營商偵探卓 Sir， 如果你錯過咗電商狂潮，又錯過咗直播帶貨熱潮，咁呢一次你就絕對唔可以再錯過零關稅商機。2025年海南封關，全球嘅商品都聚集到呢個島上面，以零關稅嘅形式賣俾全國各地。國家為咗快速普及零關稅商品，零關稅貿易已經可以喺手機上面經營，申請開通一個銷售端口，你就可以經營過萬款嘅零關稅商品，售後同物流全部由平台幫你處理，再配合超展數字人24小時幫你做宣傳，實現財富自由。